世子。真气用的倒是熟啊。那老头又是何方神圣？接着。收兵！从叫红甲，赵鑫，周杰。那红甲人又是哪儿冒出来的？那艘旗舰上，到底是谁想对徐丰年下手？那不管是谁，都闯下大祸了。对北凉世子行凶，打一桩都够。徐凤年的船靠过来了，身边都是怪物，看来是杀不成了。把人带上来。是。你入关山，就别在船上了。我先下船，回城之后登门拜会。靖安王世子有请北凉世子上船。久闻北凉徐凤年大名，今日得见，名不虚传。靖安王世子，正是赵某。这是要杀我？惭愧啊，赵某随水师演练，却被宵小之徒夺权，贼人大胆，竟然还想刺杀徐兄。幸好徐兄无事啊，赵某才松了口气。不是夺权吗？怎么还把人绑上了？方才大乱之时，我借机出手将这贼子擒住了。贼子夺船不算，竟然还想刺杀徐兄，当真可恨。他是谁？水师都统韦栋之子，韦唯。射箭的也是他？就是此人。那他知不知道这可是死罪？徐兄说的是，刺杀北凉世子只能是死罪了。赵某不才，为徐兄讨个公道。
徐兄，消息没有？杀得够快的。为国除奸，刻不容缓。你这是早就备好了。赵某听不懂徐兄在说什么。你就一点责任都没有？毕竟是我属下独权，我虽无辜，可也算御下无方，还请徐兄体谅。要不这样，我请徐兄吃酒谢罪。沾到血了，多谢。什么意思？吃酒就不必了，多破费啊！这就算是谢罪了。徐凤年，不叫徐兄了。徐兄消气就好。雅量高致，靖安王养了个好儿子，佩服。没事了。这徐凤年手下高手还挺多，怎能直呼世子性命？这徐凤年素有纨绔好色的名声，没想到比传闻更加恶劣。这才上岛，就想让我跟他走，这样的世子，我可不会听他的。这件事啊，与世子无关，是我的意思。等世子离开襄樊时，你跟着走吧。这才见一面，你就要把自己的女儿送出去，为什么？爹是为你好。刚才水下偷袭的，又是福将洪甲。看来想杀我的人一路跟到了青州。会是谁指使福将洪甲？难道是刚才的赵寻？如果是赵寻指使的话，洪甲偷袭会和楼船强攻配合得更好才是。背后要杀我的这个人是在借赵寻的势。可惜不知道是谁。会再见的。有船。这么巧就遇上了，看来也是天要亡他。爹，就是这儿，快看！青州水师，你既然看见了，怎么不拉我去码头？哎，赶不上了。从这下码头再出船，怎么也赶不上了。我就该陪着世子一块儿去。要遇上了，那靖安王父子不是蠢货。真要害了世子，那北凉必定杀至青州。今日不能再错失机会，到时候给他捞个全尸送回北凉，也算是仁至义尽了。别管见着那家伙了，等他赶到，徐凤年早死。旗舰不动。左右两舰击沉敌船，不留活口。
是冲咱们来的。立正！出门！那大杆子是干嘛的？那是拍杆，砸船用的。拍杆重量惊人，这2下子砸下去，怕是船都没了。世子，可以用兵刃吗？准了。来。给我躲开！凤起！真是勇将，好厉害！准备！谢谢，你谢世子吧，他让我护着你。这不是那位将军，他又不是3头6臂，他光挡不住的。那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拧峨眉，在夺船。哎呀，好一个进战夺船啊！魏爷爷，能上那艘船吗？小事一桩。这是想靠人力把船拉过去吗？请前辈出手！什么小鱼小虾，也配让我出手？这人莫非天生神力？我才是赤霞剑诀。
仇这么多，今日一见，名不虚传。取我神臂弓来。是。已经没事了。林家的人已经陆续送走，老伯救下不少人。核桃倒是没白敲啊，大黄庭也差不多是他自己的了。终于到了，来了也不动，怕是吓破了胆。吴家见证不过如此。那艘小船见到厮杀，为什么还不走？他想干什么？这又是谁？是徐凤年吗？哪位？剑主吴六鼎，你娘当年反出吴家，剑主名声受损，这屈辱总要还上。母债子偿，我娘的祸事，我接着。吴家若有胆气，大可以来北凉讨债。你要接，便接着吧。这是做什么？儒家剑主竟然如此之强！世子行，
贵。老奴全家都在此处，给世子请安。大家快起来，尤其是您，可不能跪。大家请起，起来吧。世子为什么说老奴不能跪呢？因为我北凉军中有军礼，无需跪拜。可老奴早就离开军伍了。一日北凉军，一生北凉军。您始终未曾离开。北凉虎扑营马前卒，王林泉参见世子。北凉后备徐凤年，见过老兵。北凉有世子在，未来可期呀。老奴便是死，也瞑目了。别用这个奴字，您是我长辈。好好。哎，初冬，过来。这是王某的女儿，名为初冬。世子要是不嫌弃，今夜就让小女侍寝吧。啊！怎么了？没怎么。初姐生情了。挑点菜吃。这井有什么情可生的？如果我没有记错，襄樊曾经是楚国的大臣，你是楚国公主，重游此地，这好，自有感悟。哪来的什么公主？晚上加点盐，烤了。现在只有一个丫鬟。我小时候是来过这里，那时候路上行人说话全是楚国乡音。不是乡音没了，是人没了。当年徐骁率10万兵甲围襄樊3年，楚人誓死不降，连城内百姓也自发守城。城破之时，20万襄樊人尚活着的不足1万，后来是迁了其他地方的人口，才重现这盛景。战后徐骁来过，他说，埋在这繁华街景背后的，是10数万孤魂野鬼，夜夜哀嚎。你说这话做什么？炫耀你爹攻城拔寨、战无不胜吗？徐骁说这话的意思不是炫耀，还能是什么？其实世上哪有什么牛鬼蛇神啊？他说的孤魂野鬼，并非真的埋在襄樊，而是扎在他的心里。永世缠着他，不得安宁。人屠徐骁，世人见其威名，却没人知道他背负多少亡魂前行。他是后悔了吗？不是后悔，是警惕，是提醒，是为了告诉他自己，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都不能让乱世重现。他想要守护这样的天下，所以北凉军旗对他来说重过一切。那你呢？我和他不一样，我也不会和他一样。连自己身边重要的人都守护不好，天下大局有什么意义呢？幼稚！你幼稚，你最幼稚！谁说幼稚谁幼稚？我说你幼稚，你就是幼稚！你接下来，
我们去哪儿？我知道家族的心腹都藏在哪里，我带你们去找。不用找。为什么？靖安王何许人也？你家那些心腹，恐怕早就扫清了。那接下来你想怎么样？这襄樊最好的客栈在什么地方？这条路直走，2个路口右拐就是。我们去客栈，你去靖安王府。我去靖安王府干什么？报仇吗？传话。不堪，京城重地，别乱了礼制。您哪位啊？迎亲光禄大夫刘体仁。哦，从3品。本朝用旧制，迎亲光禄大夫算正3品。原来算正3品，位高权重，位高权重啊！不讲权势，说的是守礼。哦，不仅仅是衣装，你那刀也该去了。这什么呀？蟒纹谁不知道？几爪？五爪。按礼制，什么样的人敢穿5爪袍？一般是皇室宗亲。这蓝大段的底子，便是异姓王。异姓王能不能带刀上朝？天子御赐，还可带刀见驾。这是陛下给的圣恩。这3品官员，云香收回去。给拿着。我就是提醒，3品官员见王驾，该不该跪迎？满嘴的礼制，行为却如此的狂悖。哎呀，刘大人的官威要压过陛下的圣恩了。混账，怎能口不择言？你敢打我？啊！打的就是你啊！我，来人！救命啊！来人呐！救命啊！刘体仁，孤名麦之之辈，想借徐骁博取刚直之名，其行险恶。他以为徐骁真的怕我不成？飞鸽传信送往荆州，给靖安王带个话：非物自外之，自中生于心。救我啊！哎呦！
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跟人家这个张居禄计较吗？因为他是宰辅。哎，这跟官职没关系。哎，张居禄啊，这为王前驱，不计生死，我多多少少还对他有一点点的佩服。哎，那至于你啊，那纯属找死了。哎，来，接着来！来，上主国，上主国，见过上主国。杨太岁，上主国，哎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反正等着也是等着，打着玩呗。郑三品，你打着玩啊？他挺勇敢的。上主国，陛下身体有恙，暂时见不了上主国。啊，那你陪我走一段呗？啊，来，杨太岁，嘿，你说啊，你这个杨太岁啊，我现在越来越佩服你了。都说伴君如伴虎，你这一伴就好几十年。你说你再活这个20-30年，你就可以辅佐3朝的元老了，那可真是名副其实的国师了。我就是一普通的和尚，并无官职。和尚有你这么普通的吗？哎呀，你说，咱们得有多长时间没见了？哎，是啊，你也有好些年没进过京城了。年龄大了，胆子小了。你胆子小？大殿门前打郑三品，你要是胆子小啊，这天下可就没胆子大的喽。哎，对了，你说这陛下，是真病了，还是压根儿就不想见我？你自个儿不知道啊？那你说说，他想让我等到什么时候才肯见我呀？哎呀，这就要看你儿子怎么出青州了。你这个老家伙，还真说实话。所以啊，这京城百万人当中，只有你是我的朋友。哎呀，你要是不摸我脑袋，我便是你朋友。啊，对了，天下都说这个2样东西摸不得，一个是老虎的屁股，一个就是你杨太岁的这脑袋。又摸，走，下棋去，走。张居禄城外挑衅，徐骁退避三舍。咱们的这位宰辅大人呐，谁都知道，那心气儿大得很。他最想做的一件事，那就是削藩。他敢？咱们皇亲宗室倒是排在后面。张居禄第一件想解决的，还是北凉。徐骁。张居禄在城外挑衅，就是想逼徐骁动手。一旦徐骁对宰辅下了手，皇帝不杀他也不行啊。那张居禄自己的性命呢？拿性命搏名声，读书人不都这样？不过，就这一点上，虽然政见不同，我和徐骁倒是对他多有几分佩服。徐骁已经到了京城，陛下怎么不杀他？陛下，我的二哥严光远，如果徐骁死在京城，北凉必反。他是想让徐骁自己老死，然后徐凤年那个纨绔接班。
到时候北凉内乱，再拉拢风化，不费一兵一卒，北凉也就散了。所以，陛下和张居禄的意见相左。不然，以张居禄这么沉稳的性子，怎么可能会做出在城外挑衅的举动？他那样，都是在逼徐骁入杀局。难怪徐骁不出手。姓徐的老奸巨猾，没那么容易上当啊。徐骁入京已经是几天前的事儿，怎么陛下一直不见他？那是在等我们这边。我们这边。这是张居禄送过来的信。非物自外至，自中出于心。这是什么意思？礼有五经，莫重于祭。夫祭者，非物自外至者也，自中出生于心也。这是《礼记》之说。非物自外，自中生于心。张居禄是在提醒我，有些事不能靠外物推动，还得靠内心自发而为。那是件什么事儿？他是在劝我主动杀徐凤年呢。啊？陛下不见徐骁，那是在等徐凤年和我们这边的消息。北凉和我们青州对峙已久，如果徐凤年轻而易举地离开襄樊，陛下定会猜忌我们与北凉暗中联手，主动杀了徐凤年，皇城自然安心。夫祭者，这个祭，也就是徐凤年的性命。那这么说，张居禄提醒的是对的，就杀了徐凤年。杀了徐凤年，北凉必反。到时候京城十有八九会拿着我的人头，去向徐骁赔罪。咱们这位张宰辅心思动得不错，劝我杀徐凤年。青州和北凉玉石俱焚，他的削藩大计就再无阻碍了。张居禄这老贼真够狠毒的，他就不怕把自己扯进来吗？就那10个字，什么明白话都没有，根本没有办法。老匹夫，这不是两难吗？啊，左也不是，右也不是，那该如何是好？既然都看着，那就动动吧。备车，我和王妃去见见徐凤年。他也去。怎么了？来者不善，人已等在后院，速去禀报世子。初冬姑娘怎么一个人来了？王伯呢？您身边已经有足够多的家人了，
我配不上世子，还请世子放了我。啊？你色心大发了？不是，这事跟我没关系啊。我爹也这么说。你不信？换了你，你能信？若不是你开了口，我爹怎么会才见面就让我跟你走？晋安王到了，在后院厢房等着世子。终于到了。一个人来的？王妃和世子赵巡都在，还有很多侍卫。好，我去去就回，放心，我回来之后会把前因后果告诉你。我就在这儿等着。听说靖安王最宠的是王妃，你问这做什么？很重要。没错，青州境内都知道，晋安王将王妃裴南伟视作珍宝，青州皆知，无人不知。裴南伟是后娶的，结发妻早就过世了，如今裴南伟就是真为王妃。明白了。哎，要不要去看一眼靖安王？有什么好看的？没有书读，我倒不如出去闲逛。北凉虎辔营马前卒，王林权参见世子。北凉后辈徐凤年，见过老兵。北凉有世子在，未来可期呀。老奴便是死，也瞑目了。别用这个奴字，您是我长辈。好好。哎，初冬，过来。这是王某的女儿，名为初冬。世子要是不嫌弃，今夜就让小女侍寝吧。啊！父王，怎么不叫人呢？姨娘，叫错了。娘亲，跑得这么急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北凉为我青州宿敌，不管是民间还是官面，父王都不该如此折辱自己。乱七八糟，说些什么？您让王林权去接徐凤年，这定是有您的谋策，但也不应该让他下跪吧？徐骁下的一手好棋呀！王林权是徐骁的人。回来！去哪儿？我去灭了王家全族。王林权在我身边躲了这么多年，为何今日大张旗鼓去见徐凤年？他现在暴露身份，对他有什么好处？这是交换。交换。徐骁让王林权亮出身份，就是要告诉我，他主动撤去暗棋，要换我一个态度。什么态度？徐凤年世袭罔替，要换我不要从中阻挠。这分明就是折辱。反正人在青州，不如把王家带着徐凤年一块灭了。不必焦躁，
且等王林泉登门吧。王林泉怎么会登门送死？肯定跟徐凤年跑了。下去吧。吴六定是说明日可动手。没错。明日我再率水师出营截杀徐凤年，让他随行协助。谁呀？我。世子，给你引荐一下，这位是王林泉，王老先生。这不是林家那个探花吗？靖安王对林家只有一个态度，那就是屠尽满门，斩草除根。这老夫就负责此事。可大将军还是给了林家一线生机。你娘就在我府上。我娘在这儿。走，我带你见一面。你娘就在里面。谁呀？娘，人家陷入如此境地，全是儿子的错，儿子百死莫赎。北凉如虎狼之地，你刺杀失败，怎么逃出来的？说呀！儿子现如今已投靠北凉门下。娘，现如今人家还剩下多少人活着？儿子此次回来是想把大家一起送到北凉去。您放心，这个仇我一定会报。你过来。我林家书香门第，最讲礼教法度。那徐骁实为国贼，人人都要诛之。你去刺杀徐凤年，
为娘，我很是骄傲啊！就是林家从此灭门，也没人怪罪你啊！你竟然胆小未死，你死了，我也不想你这样活下去。娘，你是北凉门生，这声娘我受不起。我当时，我儿子已经死了。林家人自会留在青州，绝不会有人跟你到北凉。你走吧。然后告诉你，那不是告诉我，告诉世子。那第二个条件是什么？从此以后，你只为世子的安危而活。世子在青州境内，但凡有一点点伤，我都会把林家的人交给靖安王，你懂吗？王伯，哎，世子，这是大将军的意思，您让我处理吧。啊，我会为世子而战死。在我死之前，我绝对不会让世子受伤愈血。很好，记住你说的话。啊，哎，这个侍寝的事，今天是我唐突了。不打紧，不打紧。您是北凉前辈，我做那种事儿，我还算人吗？这是我愿意的呀。您女儿可不愿意啊。哦，这倒是，是，我劝你。明天我陪你进城。希望徐凤年今日可以离岛。徐凤年若不离岛，我们就杀上木山。世子威武。世子一路保重啊！啊，请。那凤子营就劳烦王伯照顾了。哎呀，这靖安王久居襄樊，一旦进城，生死可就交在他手里了。王伯放心，赵恒就算真要杀我，也不会在城里。要不把凤子营带上？兵部无调令，皇帝未下旨，北凉军不能进襄樊城。徐骁进京路上，别落下话柄。也有道理。那我们就先告辞了。哎，稍等，稍等。等什么？哎，马上就来，啊，马上。爹，你叫我。世子此去，总要有一个熟悉襄樊的人跟着，就让小女初冬跟在世子身边。晚上嘛，你们多聊聊，熟悉熟悉。我不去。别胡闹！咱们王家为北凉冒这么大风险还不够，还得把我也献出去。世子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过是生来命好。你放肆！让世子见笑了。王伯，我一个人进城，就不劳烦令千金了。这小女从小娇生惯养，识了礼数，世子莫怪呀。王伯客气，您留步，我们走了。慢走，慢走。刚才那丫头乱说话，世子不必动气。我怎么会生她的气呢？
飞爷，我心里觉得不舒服，是因为我大概想到徐骁在青州的布局了。徐骁行事和我师父一样，都是连环星系。如今王勃暴露，下一步棋也就准备好了。从王林泉让他女儿侍寝开始，我大概就明白。哦，进城再说吧，但愿是我多想了。我不是下令了吗？奉字营留在岛上，就我们3个书生打扮，万无一失的。你家书生带这个？收去。那俩小家伙呢？啊，他们和于右威在一起，留在了岛上。那丫头养猫，也能照顾那幼兽。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别过来啊！你别过来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！世子，